Balangawan toem adilis Balangawan toem adilis。再近一点，苍白的故事像烟，从山断崖的深处，风声成了刻印的序言。在诗里面有非常多是属于一种心灵的一种是自己的进化，或者是再一次的询问自己是谁，或者是你跟天地之间任何的问题的一种反思。一刻追忆，调转的视线，一次涂鸦，消逝的速度，望穿苍鹰盘旋高飞，那张脸种上了一朵云。这里面我是真的是在纪念那一位布布，就是对面台地我觉得被牛吃掉的那一群排湾族人。那我跟这个布布认识，真的就像我的文字里面写的，我在河边认识他。那布布他是一个我们阿美族讲是西嘎哇塞，那他有很多的，可能是他要去做仪式或什么的时候，他告诉我天地之间的事，他告诉我人与这天地之间如何的连接。好，你知道石头它也会有心跳吗？在大自然里面的很多透过布布的一些教育之后的延伸，那甚至于就是我们在环境里面，我们会发现因为不同，所以你可以看见。Balangawan